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是秀才了。今当恩师周大人一行，我等长亭相送。仁兄看书，为何不见范年兄？列位年兄，年兄，想那范年兄家境贫寒，他又是无名下落，我们不要不等他。我等长亭等他。请。我等前去相送。范贤妻，你今年多大年纪了？本身今年30岁了。本曾明书上报的30，今年依然54岁了。我看你须发苍白，但不知你应考多少年了？本身是26岁应考，至今已整整考了38年。38年。贤妻，你交卷之时，我将你的文章看了一遍，只觉得是乱七八糟。本身的文章本来是乱七八糟。本道看你年纪大了，有年龄一番处置，故而将你的文章又看了3遍。方才看是贤妻的文章是起承转合均有8度，字字之迹，真乃天下第一的好文章。故而在你的试卷上面弄全一点，将你高高取中了。多谢
想范年兄今可是一定得中的了。怎见得？你们可知，方才那位周大人也是50多岁方才高中的。我们经常的事情，他这两只眼睛嘛，专往有胡子的肩上看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到了范年兄的身上。相看二人，一人姓周，一人姓范，这一周一范，档次来之不一样。小了情。
给他卖了，换了这么2升米，您看你拿回去做饭去了。多谢二位大别客哥气，好了，进去。哎呦，范大相公，老伯母，范大相公，我儿他中了秀才了。是啊，我们哥俩在集上就听说了，这不赶紧的就给你登记来了吗？大家同喜同喜。俺母亲，这是二位大哥送来的礼，带媳妇前去做饭。快做饭去吧。儿啊，昨日母鸡生了一个蛋，待我将它烹制好了，与我儿和喜。母亲，特肥了啊！特肥了啊！废就废点儿吧，哎呀，也该好好补补了。点吧。我说这个范大相公啊，如今呢，您中了秀才了，往后找家书馆这么一教书。对了，每年挣他几十两银子，往后的日子，可就好过了。不我那宋师对我说道，我听文章火候已到啊，叫我明年去乡试。应乡试，中举人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您这个要是中了举人的话，那可就跟张敬斋、张大老爷是一个身份了。哎呀，如此说来，您可您要为官了，您要做地了，您要买房了，您要置地了，您要穿绸了，您要吃油了，您要骑马了，您要坐轿了，您要鸣锣了，您要喝道了，您要刻石碑了，您要修筑本了，您要拿板子，您要打穷人了。少了我，天不早了，我给您告辞了。我们跟您告辞了。二位大哥慢走。您留步，别说话，您留步。这都好了。走道瞧着点儿啊！这往哪儿撞啊？这不是没瞧见吗？没长眼睛啊！等回见吧，您啊。我真倒霉，把女儿嫁给了你，也不知道我积了什么德了，你才中了个秀才。这不，拿壶酒，拿点肠子，恭喜你来了。岳父亲戚，亲家来了。亲家母也恭喜你了，这是酒，这是肠子，我都煮好了，见开就得。我知道你们家连酱油都没有。有劳亲家化解。岳父亲坐。我说范进呐，岳父，如今你中了秀才，就是有身份的人了，凡事嘛都要立些个体统，像门口那些种田的、拾粪的，不过是些个平头的百姓。你也跟他们那么拱手作揖、平起平坐的，那可就坏了学里头的规矩。再者说，他我的脸上也不好看。岳父亲教的是了。这些话我不得不教训。过2天。我给你找个家管，教
10几两银子，也好养活你那老不死的妈，跟你老婆。若父知加官之事，来了。弟弟相公，请到后面用饭。我的女儿，自打进了你们家门，连口猪油都没吃过，真够可怜的。你也来吃点吧。说你呢，什么事都这么慢慢腾腾的。
是干什么的？本臣秀才为好国，范喜求见长老先生。哦，要见我们家老爷。瞧见没有？这府门口过往的车辆官员甚多，这儿站着不成，往后站，往后站。哎呀，有请老爷。因与野火体态，此举宅提升啊！我是回老爷，本城秀才魏好古犯禁，要见老爷。为好要是为接待人来，我看他有这么点意思。对他去讲，就是老爷，你本县陈大老爷去至望江楼，饮酒不食，不在家中，快去！还是，传来，哎，在这儿呢。胡屠夫可曾前来？哎，来过了，正在厨房跟老王算账。对他去讲，前日送来的日，骨头甚多，到了营中，我要口疼2斤钱。是。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我们老爷跟陈大人到望江楼饮酒赏月去了，没在家。回吧，回吧，回去吧。哎，胡屠夫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！哎你呀，年前送来的肉骨头太多啊！老爷说了，年终算账的时候要扣你4斤肉钱。没骨头，什么没有？没骨头，什么没有啊？没骨头怎么，有这没有了？真是！嘿，扣了我4斤肉钱。岳父，你干什么来了？是找我吗？寻找岳父商议事啊。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。眼看相事已尽，小婿手中无有叛非，不知岳父可肯谢幕我？要多少啊？再有2两也就够了。2两？呸！怎么着？你刚中了个秀才，就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？我早就听说了，你中的那个秀才，还是宗师大人看你老了才舍了你个秀才。怎么着？你就要当举人做老爷吗？那当老爷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啊！你看这张府上来往的官员，一个个都是那么方面大耳的。哎，你再瞧瞧你，你瞧瞧你，哎呦哎呦，那么尖嘴猴腮的，你也配当老爷？一来你就管我借钱，二来你就管我借钱。我的钱呐，要是扔到水里面，我还能听个响呢。要是借给了你呀，我连响都听不着。你呀，你就给我死了这条心吧！啊，岳父，嘿，这是怎么话说的呢？这是哪里说？
手里是这几本
请了一支会，凑了这么1两4不天银子，您瞧他够还是不够啊？瞧瞧，瞧瞧，哎，够不够？哎呀，你儿真是我春春不在场的呀！有情无情，怎么样孩了？儿有了判罪了，你来的，二位大哥送的。二位大哥，请上手，我喝喜吧。来，相公，天儿不早了，您呢赶紧启程吧。高头。辞别了同高岭漫马路们。王公公，走远了，看不见了，您呢赶紧回去吧啊！回去吧，哥俩要告辞了。哎，您告辞了，您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跟随大直袍，威风煞气也高，秀才归同好，佳音花有所为有。来，有考场去阵。好。来到考场，仔细搜查。好。
迟到，神鬼也不饶封门。9日功臣七封八锁，开了大门。
就堂中一帆风顺，平安到家。你们看日乎啊？好，范英雄，你呢？嬷。哎，你只好是不幸而归。是啊，范年兄年纪大了，这安不当局是最门当户对才了的。心情已不了，真的是功成名就为君，待等来日方方是。不知举人落水手。啊，范年兄，你回家安不一当局。哎呀，方才听不兴闻之言，我今可有算忘了。在前村用窑中仅有的3文钱买了2个面食馍馍充饥。店家对我说道：“本城秀才只有蒲小文一人得中，此事是真是假？再去打探便了。”急忙归他了家。
水，送你过河，又有何妨？来来来，让我与你打了扶手。扶手，哎，嘿，哎，开船喽！啊，客官，看你手提烤篮，莫非城里相识回来吗？真是。哎，这别的秀才早就回来了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我听说这城里呀都发了网文啦。哎呀，老张，你可知本城秀才哪一个中了？我听乡亲们说呀，本城的秀才就蒲秋文一个人中了，往后啊，我们都得叫他蒲老爷啦。我有旁人中了，我有这我就不知道了。客官，船到岸了，下船去吧。哎，客官，船到岸了，下船去吧。打了扶手。方才听老张之言，本城秀才只有蒲秀文一人得中，此事是真的了。哎呀，想我落旁而归，有何脸面去见我那母亲与我那岳父？偏偏岳父又来了，又撞见了。哎呀，真。人要富是猪要肥，人要捧是猪要吹，人不富是穷鬼，猪不肥烟火腿。哈哈哈哈哈！岳父，哟，这不是新科的举人范进范大老爷吗？您高中了，家里头都给您准备好了，上等的酒席，锦缎的被褥，高楼的瓦房，大骡子、大马、大轿驴，花猫肥狗，哎，胖丫头，都给您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回去享福了。范大老爷，您把这烤篮交给我吧，我给您拿着。哎，范大老爷，您交给我，我给您拿着呀。哎，您拿过来，您拿过来。哎，你个现世报，你个穷鬼，你命里穷，胎里穷，你那个头发都穷，我不叫你赶考去，你背着我你又去了，好容易给你找个家管，人家找不着你又吹了，往后你还得吃来我呀。我早就打听过了，省城里头也发了榜了，街上嘛也有卖提名录的了，咱们城里头只有蒲老爷一个人中了，人家张老爷、蒲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啊，哪年买我的猪肉就得买个1800斤的。哎，你再瞧瞧你瞧瞧你，哎呦哎呦，那么尖嘴猴腮的，你也配当老爷？我呀，我真没工夫跟你这儿废话了，我还是宰我的猪去吧。
你赶快回去瞧瞧吧，你妈都快饿死了。嘿。这人的反应够同样的。许三姐。
好的宝喜相如雷，相如雷。吾日贫贱今富贵，几家欢喜几家欢。哎，我这伙计请了，我就请了。今有范进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7名雅员，命咱哥俩前来报路。可这到了三岔路口，不知道走哪条道啊？是，咱们下马找个人问问。好，问问。哎，伙计，那会儿一条哥，咱们打听打听。打听，条哥请了。请了，请问范进范了大老太爷住在哪儿啊？穿过前面集市，越过小桥，门口有棵土槐树，那就是了。好，我问明白了，咱们拉马走着。
兄亲，小弟得罪了。启报贵府范进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7名雅员，来年高攀得作骏马任骑，小的报喜，报的是给您了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这词儿还挺工作啊。刚才你不说这有俩人了吗？对呀，是。你瞅瞅，一个都没了。我找找去啊，找找吧。哎呦，老太太，老太太，哎，老太太出来没人？不要害怕。哎，老太太，哎，别害怕。请问这是范进范大老爷家吗？今由范进范大老爷他高中了。怎么我儿他高中太高中了，我们这儿给您喝喜了。哎呦呦，您还挺客气，您还挺客气。你起来吧。捷报啊，我给您悬挂中堂了啊。哎，哪位是范老太太？这就是范老太太啊。范老太太跟您贺喜了。今有张景斋张大老爷、蒲修文蒲大老爷一同给您贺喜来了，这是领单，我与您收着。老太太，您还不赶紧请人啊？有请有请有请啊！啊，本部，啊伯母本部，本部。啊老本母。范年兄高中了，我们大家前来贺喜来了。
唤他前来，我们大家也好欢喜呀。待我将他召回。送报母。李妹，万年兄高中，乃是桑梓之父，乡里之光。如今他的文章已被千家所诵，万家所用。夫人兄，可曾见着他的文章没有啊？哎呀，范年兄的文章，这乃是启程传火，军法有度，抑扬顿挫，字字之情，想必我是佩服的很呐。夫人兄之言，足见高明，怪不得金科们你也中了。三位秀才，张老先生，你等要将范年兄的文章好好传门才是。朕要再度传告。便才是。母儿他回来了。范年兄回来了。安将官，那家伙快走了！领导，哎呀，来伤心之人，你们不要哄我啊！哎呦，范大将军，多大的事儿啊，能跟您开玩笑吗？哎，您这不是说这两匹马就是他们骑来了？您派着他结吧，结吧。范年兄刚中了，我们大家前来贺喜来了。今有范进范大老爷得中乡试第7名雅员，捷报给然宣报中好了。捷报贵妇范大老爷子得中乡试第7名雅员，哈哈，哈哈，
小时候读书做文章来了。哦，读书做文，对，哎，元人讲起什么？他说呀，你想起小时候读书做文章来了。哎，我心中只怕身心人缘平凡无功，3年8年，他失了团团一句话将我长叹，所以这平常盼要进了人，无法见昨日头你都得了重了，还长得这么好啊！天是一时了大了他，换了一件新衫袍。文昌向前去祷告，素颜长发，把香烧，老娘从我肩排出笑，牛老儿把船哎，我家啊，他这摇什么呢？这八成啊，想起他刚考的时候，咱哥俩摇他送他来了，这么回事是不是？啊，别聊了，跑远了，快追呀！快点吧！快点喽！小人慢着点儿啊！真正的可怜，木儿他刚刚得中，怎么就得起风疹来了？又疯癫起来了。亲家母，我听说姑老爷中了，我背着肉就来了。木儿他得了风疹了。怎么刚中他就疯了呢？这个，哎呦，蒲老爷，张老爷，你们大家可有什么知有有？不是念上一段易经吧？又不是受不了今夏念的什么易经呢？莫若管他些大粪呐、又不是吃了砒霜，灌的什么大粪呢？哎，我说列位老爷，小人我有一计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快快讲来！我看范进范大老爷这是知道自己高中了，一口痰没上来，他迷了心窍。我说呀，找一个平时他最怕的人，过去就对他说：“范进啊，范进，就你也配当举人，你也配过去。”一嘴巴，他这一害怕呀，痰下去了，兴许啊也就好了，不是？阿婆母，但不知范年兄平日最怕何人？他最怕的么？他最怕谁的他？就是亲家你呀、哎呦，我可是不敢呐！他虽然是我的女婿，可如今他中了举人了，就是老爷了。我听人说呀，举人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啊。谁要是打了天上的文曲星，他死了以后，阎王爷要打他100铁棍儿，咬
谁请你我叫我给您治病来了？我说范大老爷，您这病也好了，您给我们俩钱儿，我们也该走了。是啊，吃苦，小弟来了，这有1000银子，赏与你们了。哎，折腾一晚上就这点儿，没法奖也出，也就这样。回去吧。发天兄，小弟背得挺起，发天兄不喜。小弟送